妹妹，老人的也能敲像吗？可以啊，有没有照片？你看这个行不行？可以敲的。后台一个粉丝，他爷爷前几天摔倒意外走了，就很着急，想让你敲个像。行，那要哪个尺寸的？他想做那个大尺寸黑宝石琉璃的，行吧？可以，但是大尺寸要做好几百个小时。没关系，他都愿意等的。你抓紧跟他敲出来，晚上加班加点嘛。行，安排。